團費只需499，雙親月帶阿爸阿媽去佛山食海鮮自助，玩非遺，賞荷花，呢個行程絕對有驚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美味假期豬豬。第一日就有獨特嘅非遺體驗，木板年畫傳承人劉忠平親自帶你走進非遺世界，印年畫、填色、重本包，每人親手整一個 DIY 年畫帆布袋，帶返屋企做紀念，意義十足。之後夜晚直接安排包羅萬有海鮮烤肉自助火鍋，有新鮮嘅海鮮啦、牛肉啦、水果、糕點、飲品，任揀任食，長輩中意嘅口味都照顧到啊！住宿方面安排風度酒店全景落地窗，5.0智能房，環境舒適，瞓得好先至玩得開心。第二日瞓到自然醒，跟住就去食有記嘅招牌蜜汁芝麻雞宴，老廣州嘅味道，屋企人一定中意啦。仲有1年1度禪城嘅亞艾荷花節，一定要去睇啊！禪荷花島、木棧道深入花海，360度俾荷花包圍，好似行入油畫當中，影相超靚。正常嚟講，5月上場至6月上場係最佳嘅觀賞期，錯過真係要等下一年啦。總嘅嚟講，呢個行程食住玩一條龍，順玩冇購物，專為雙親月設計，帶阿爸阿媽出去玩最適合不過啦。想要了解更多資訊，熱線電話26501628，或者到各大分行諮詢報名啦。記得點關注啦。